你们带咱们把客栈，能客栈还没完，还有没呢？到咱们客栈还没完，没完是客栈，也是好，红牛店。这样，等着写不行不行了。等你等，也是不错，被那里那我站，也是不错，被他那被他。被他让我站，也是休息，也是休息，好的，现在心里饿。等你等耶稣我从贝塔尼让我站耶稣休息，当你第二的 second 的 day， 第二天早晨，当就是早晨，第二天早晨，耶稣们出贝塔尼让出伯大尼村那我在那时。耶稣休息，就是心里很饿 ，hungry， 饿，应该是个水字写的水，就是累起来的累。汉语读音错误，汉语的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说这个字应该是个气馁的累字，写这是饿的意思，就是饿的意思。当耶稣我从贝塔尼让我在耶稣休息，耶稣可能心里很饿。我们是人类第一分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贝呀哈，贝做船长民族的朋友，照当罗马贝，能用自茶容，贝子老港贝罗贝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